次天安门事件满37天，总统赖清德呼吁中国承认历史，安大家属展开和解甲对话。高雄左营，阁有人食毒死者，交通部提出修法，拒绝检测，头改罚27万，了后搭抓阁加罚18万。台积电董事长表示，过去一档营收创新高，股价也起超过1.5倍。劳工团体认为，社会责任也着爱兼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6·4天安门事件今年已经满37天啊。总统赖清德是透过面册答文，讲这37天前，互军队来镇压的，毋但是民主运动者的性命甲青春，佮较是规个世代对这自由民主的愿望。所以呼吁中国得爱承认历史，安大家属来展开和解甲对话。马总统是强调讲，这台湾会甲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拢甲徛做伙，希望这中国会当承认6·4天安门事件这历史的真相，展开和解甲对话。另外，伊也讲爱互无共世代甲无共立场的人来参与公共决策，少年人的声音应该爱互人重视，因为因就是国家向前行的力量。好，今仔日这6·4天安门事件已经满37天啊！受害者家属组成的团体天安门母亲，有一寡成员呢是收到这中国公安的通知，禁止因去北京的万安公墓来祭拜亲人，嘛袂使有任何悼念的仪式。专家是认为讲，这中国的行为就是要升加因的政权甲顾好条，避免民众利用机会来发起抗议。执政当局和最高民意代表机构。所谓全国人大应该勇敢地面对以往的罪行。民用镜头念这文，88岁张先玲是6·4受难者的家属，第37周年的进程，持续呼吁中国当局和社会爱拒绝放袂记，追求正义。当时身在北京的人们不会忘记那晚震耳欲聋的枪声、装甲车的轰鸣，以及救护车的鸣笛和群众愤怒的呼喊。1989年，一粒枪子射入去因后生倒平头壳遐，按倒院后壁扛出来，骨头骨到呾也放伫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骨灰堂。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伤者家属陆续接到通知，今年头一届禁止入去万安公墓，嘛袂使有追悼活动，显示中国加强封锁维稳的力量。他们不希望在这个明年21大之前发生一些什么太大规模的这个示威抗议。或者是趁着现在中国经济比较下滑的时候，有借着6·4的方式来串联或借题发挥，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是能尽可能的把这个维稳的力道，或者是经费，或者是这个注意力能拉到多高就多高。专家讲，中国想要化消社会反弹，就哪像压力锅同款，短期会当维护政权，若是看袂掉，恐惊会发生更加大规模的民怨。今年5月底，63期的6·4纪念馆嘛有人恶意破坏。长期踮台湾举办纪念活动的华人民主事业协会讲，中国用破坏行动宣示威权，并不是头一届。中共花了很多的统战费用在这个在台湾在做这种反制6·4的这种作为呢，其实是得到反效果了。记者综合报道。好，再来看这回台公司，执行长黄玲芬伊昨呢是办55块倒来招待台湾的团队，同时也来感谢这台湾供应链的支持。刷落来，因暗这黄玲芬是打算要去到南韩，甲 LG、Naver 这的集团高层来见面。我唔捌食过，第一遍，爸爸妈妈来嘛，所以今日办到做欢喜的。还彩象算呢？我唔知影。咱姐敢会跳舞还是表演？我想希望唔爱跳舞。蔡爸母甲厝内人出现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准备参加在地将有台湾味的办桌。主人家就是回答执行长黄玲芬，初三暗伊请员工食桌，大埔旁佮请总铺师来煮，另外也有卡拉 OK， 拢总办55块桌，感谢员工的付出。I thank them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we've achieved a lot of very great things. And this Computex, we announced 2 new product lines. And both of these products are going to reinvent the computer, and I'm very proud of them, and so I thank them for it. 若甲员工做伙食饭，看到场外咧等台的媒体甲民众，同款是食到一半，又搁捧物件出来分享。哦，这个上好诶！虽然我想这个我可以改减。
这场充满台湾味的宴会，黄玲芬致辞的时，先感谢台湾的团队，同时也感谢台湾供应链的同伴，在 GTC 台北甲 Computex 期间的小天。I am most impressed by the supply chain here. All the companies here in Taiwan, the scale, the velocity, they really did a good job supporting us last year. And as you know, we grew 100%. 黄玲芬这届台湾行程已经要结束，拜三暗办到，拜四暗可能就去到南韩。有个拜五会甲 Naver、LG、现代汽车甲岛山等等集团的高层见面，而且去到岛山棒球场开球，延续伊的亚洲行程。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这台北国际电脑展呢，或者 AI 科技即马是愈来愈强，愈来愈侪人咧注意啊。也毋过台股今仔日呢，说因为真侪人咧卖这股票，所以早盘呢是博超过500点。另外，这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伊是表示讲，其实过去这一档以来，台积电营收是创新高的，股价也去超过1.5倍。也毋过劳工团体甲环保团体所认为讲，这企业的社会责任、员工的食红等等，台积电应该嘛爱有表示。去年的股东会在6月3号当天的每股新台币950元，来到昨天6月3号的股价是每股新台币2425元，配发总额也从去年的18元到今年至少24元，这个的成长超过30%。尽管台港大厂台积电初时召开股东会，董事长魏德嘉高放送趁济消息，报告台积电第一季合并营收大概是一条过1341亿新台币。第二季的展望，毛利率伫咧65.5%到67.5%。伊嘛强调，先进制程技术需求要是真强，会继续甲业绩的表现顶起来。高原期疫情落在哪时候？我的老师的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是下面几年都很好。你如果预计买股票啊，请继续。毋望小股东会当继续买，魏德嘉嘛讲，虽然讲面对零组件继续起嚟，中东情势愈来愈紧张等等。2026年总体经济无确定性也是真悬，毋过台积电有信心，公司的表现会比规个半导体产业成长更加好。我们台积电从来没有缺少过竞争对手，怎么办？努力一直赢他们，就这么办。针对未来5档先进制程的产能，是毋是会当支应美国本土制造的需求？魏德嘉嘛讲，虽然讲台积电即马伫咧美国扩张，各地拢是供不应求，公司嘛会继续注意日本新厂的建设。另外，伫咧透早就有环保团体、劳工团体伫咧外口要求台积电伫咧扩大产能的时阵，嘛爱甲社会责任打起来。包括公安管理爱公开，还有重视员工过劳的议题，还有起新厂的时阵，嘛影响生态破坏的记录。近5年里面有3年的时间都是这个财阀破100万的状况。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样子半导体的企业，台湾的骄傲不应该是这么多的违法记录，不应该是建立在剥削员工的劳动身上。针对 ESG 的承诺，魏德嘉嘛回应，员工分红的问题，为2025年到2026年。有信心会超过30%，而且强调未减少对员工的回报，会甲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市一栋主体呢，是伫1楼的厝顶来采这钢架，要来起2、3楼。附近的居民就讲，其实这栋厝已经几60栋啊，无拍地基就安尼甲做落，安尼若准拄到大地震，这规栋厝可能是会被砍跌的。县政府经过调查呢，发现这厝主并无申请建造，所以目前已经下令停工。工人伫厝尾顶施工，但是详细看，钢架竟然是直接踩伫1楼的厝尾顶。附近民众讲，这栋建筑物大约伫10年前，因为违建，互政府下令停工，就一直爬远到近。最近所用这样离谱的方式要起2、3楼，嘛互厝边烦恼会有安全性的问题。钢筋这样子真的是没有办法辅助这个2、3楼的一个重量，它这个会有塌陷的疑虑啊。台湾地震又多，像这样子真的是很危险呐，真的很危险呐。是讲会惊啊，去边啊，卡甲安尼着啊，气会使啊，照本来安尼去。附近居民讲，这栋厝原本的2楼已经拆掉，1楼嘛，敢若是粗坯尔，耐震耐冻的能力拢也需要评估。面对居民的质疑，厝主赔回讲，一切拢有照步来，但是县府表示，并无收到建造申请。本来这个2楼合法的厝啊，新建就申请。增建就申请，
好我这算整修。针对彰化市大埔路459巷1号疑似违章建筑案件，由于该地点尚未申请建筑执照，因此如有持续施工情形，将依法勒令停工。官府表示，这个地点是都市计划主题区用地，经过调查，出租施工并无申请建筑执照，已经下令停工，随后会依照违建处理原则追踪办理。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县的竹架有一条基隆山步道，这是附近3个村的这民众运动的所在。不过因为这旧年风台结果遮全断去，到今其实拢还未修复。即马在地村长呢是向这民意代表来申请，希望会当赶紧争取到经费来修复这条步道。嘉义县竹架乡罗马七分甲宜良村3个村的村长做伙会勘这条基隆山步道。步道有真侪所在，毋是互香槟边的草啊砍掉咧，就是地面的砖啊害去，看起来有淡薄仔危险，已经真久无人来行路。来会勘的村长有想要争取这条步道修复的机会，将这个做起来，来乐满、宜良甲基云咧，这3村的一寡过去，咱社区总体营造一寡点咧，才变成会产生伊的效益出来了。这个伫嘉义县竹架乡七分村碧山岩庙后的步道。是为旧年风台造成损害了后，到当一直无进行修复。罗马、基隆甲宜良3个村的村长，就希望透过民意代表来争取经费，赶紧把这条烫3个砖的步道修理好势。我们在争取我们的子龙步道。那子龙步道呢，它的历史有10-20年了，因为台风的关系，造成一些损害。因为旧年风台把这个步道布甲无理想啦希望讲咱做了的时阵可以带动我们这个。义龙、紫云甲鹿蛮这个观光串联这样子。村长表示，这条步道的长度甲爬行感觉真轻松，而且行起来良捷，阁有真好的风景。因过拢是3个村的村民运动的所在，希望透过经费的补助来整修这条步道，毋但恢复在地村民的生活，嘛替地方找到发展观光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来关心，这空军 T-34C 初9机的空难是造成2个飞官过往去。今仔日早起，国防部长郭立雄、高雄市长陈其迈拢有去到殡仪馆来致意。也因为这家属是希望讲，这2个飞官会当放入去中烈祠。郭立雄表示讲，等总统核定，2个人会甲升做是上校，也会来协调放入中烈祠的代志。甲牵手斗阵跳舞的罗贵佑看起来真欢喜。空军一架 T-34初9机伫咧车子透早，伫咧高雄公山基地跑道落落来，造成2个飞官不幸过往。飞官罗贵佑除了飞行专业，阁真爱跳国际标准舞。伊老爸车衫伫咧面册发文，已经看无后生比赛甲表演啦。就是一个很中规中矩的一个人，对，就是把什么事情都做好，包括在军事上啦，或者是在学校啦，在舞蹈，他就觉得他就是尽力做好。张君碧甲罗贵佑翁仔某因为跳舞熟悉20外冬，听到消息真震动，车衫就去灵堂致意。若是亲戚朋友，国防部长郭立雄，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车是透早嘛来到高雄市立第一殡仪馆慰问家属。郭立雄承诺一定会用相关的抚恤金。生活上可能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那我们表达就是说。不管是治伤或者是抚恤，还有生活上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我们都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做到。国防部强调，嘛协助处理后事，也若飞官的家属嘛表达希望会当入去中烈祠。郭立雄表示，只要家属愿意，国防部拢会尊重，嘛会尽力安排。2个过往的飞官嘛会伫咧总统核定了后，官位会推荐做上校。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为着要来应付这假毒塞车，交通部是来宣布短期甲中期的修法，包括着增加吊销驾照的新制。这拒绝检测罚款呢是会提悬到27万，若准是每一届拢拒绝检测，安尼就逐届拢搁再加罚18万块。另外也会研究对这假毒的人有风性吊扣吊销驾照。自用车伫高雄左营花下路珍珠路路口弄红灯，警方烂早驾驶颠倒是加速要走。下车哦！佮向前向后弄警方甲停伫路边的车辆，尾手也是互警方抓落来。驾驶姓洪的查甫甲车内姓林的查某拢带转去调查，车内有装着毒品，驾驶毒品最软块胎是阳性反应。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
哈密瓜定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违法毒驾，龙安町各业向查甫人上悬可处新台票127200块罚款。民代献出这几年的数据，毒驾甲技测案件拢一直增加，为112年的747件，暴增到114年的8009件，而且较啉3成拢是累犯，要求交通部要严管。累犯的部分，第一，我们罚则无上限，累加上去，哈。第二，因为他只要犯了一次，他必然就是无照。无照继续开车，他的罚则我们也会加重，不会像一般的无照驾驶，他会加得更重。没入车辆的部分，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议。交通部回应，当地研议规划毒驾加严管理措施，包含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加吊销驾驶执照，搁停止考照3档，另外提悬毒驾技测的罚款。头一摆技测直接罚27万，若搁再犯，按处搁再加罚18万。毒驾罚款嘛采上悬价，搁按处加罚无上限。相关规划要拼6月底进行报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个，因为参加这日头火学运受到关注的刘桥安，伊是牵涉到诈欺甲侵占等案件。2019年时，伊浪港走去到美国，互人来发布通缉。去年透过这台美警方合作收掠到人，而且伊申请政治庇护也失败，所以预计永暗7点就会互人押转来到台湾。徛伫美国警察边仔，就是刘桥安。伊捌参与日头火运动，引人关注。不过，伊争议是真侪，伫台湾涉嫌犯真侪桩刑案，选去美国未起来，伫台湾甲美国的合作之下，互掠着，已经互押解遣送，按算伫初时暗时大约7点就转来到台湾。他是在108年期间，因为涉犯侵占罪，在被发布通缉之前呢，他畏罪潜逃美国。伊本名叫做刘依涵，毋但涉嫌犯侵占的案件，佮牵连诈欺毒品的罪行，目前伫全台湾5个地检署拢互发布通缉，甚至伫2019年放弃交保金来逃亡。未去美国了后，有缘继续违法，而且佮牵连到跨国的卖毒。Ms. Liu fled Taiwan in May 2019 and was believed to be resi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she continued to engage in criminal activity, inclu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illegal narcotics to clients associated with Taiwan'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伫去年1月，刘桥安早就互掠着，原地是去年3月，美国完成相关的程序，就会甲伊遣送转来台湾。但是遣送的机程差1年外，原来是要送转来进前，刘桥安雄申请政治庇护。浅谈前夕最后一刻，刘贤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靠台湾甲美国的情报交换，佮当着川普政府积极咧掠非法的移民，顺利掠到刘桥安。虽然伊利用各种的理由来拖时间，不过到7年了后，有缘爱转来台湾面对司法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这 AI 的需求真大，科技产业的人才也真抢。新竹科航园区是来办理大型的人才活动，有35间业者开2000多个课，包括着半导体、电子，也有网络通信等产业。摕履历表想要找适合家己的工课，公司把派人详细了解工作内容。AI 科技当咧发展。最近新竹科航园区每一间公司拢在抢人才，来找头路的大部分拢是因为看好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甲科技业的薪水。应该会往伟创那边去投履历。为什么？因为那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发挥比较好，然后也是比较适合去对职涯比较有发展性的工作。科技业者表示，最近市场对 AI 科技人才需求真大，每间公司为了抢科技人才，除了加薪水，也加强福利。每个人呢，就是都一定会有生日，所以我们不管是1到12月呢，大家不管在哪一个月份生日呢，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个福利，那就是我们的生日价。介绍你的亲朋好友来我们公司的话，我们是有介绍人奖金，还有被推荐人奖金。那你自己来我们公司的话，你也有自我推荐奖金。我们近期有在做一些蛮积极的扩厂的一些策略，所以就以我们自己内部来说，需求人力的需求那个缺口也是比较大的。这摆伫新竹科航园区举行人才活动，拢总有35间厂商提供2500外的工作机会，大部分拢是半导体、电子、设备等等相关产业。AI 的这样子的不断的这样子的成长爆发，其实上对于
刚刚讲的很多的相关领域的部分的人才需求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看到今天将近70%的大概要的职缺都是工程师。根据观察，为了抢人才，要大型公司工程师起头的薪水，一个开到7万到8万，嘛显示科技业真欠工。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再来看这育婴留职停薪的制度呢，今年初时开始啊，会当是用这算日的来申请。劳动部上新的统计，5月这累积已经超过24000笔，而且这5月规个月呢，男性申请的比例是超过50.3%，这是头一届超过女性。劳动部长洪成汉今仔日是表示讲，这促进真侪爸爸来育婴，安尼是真重要的好消息。拜三下晡2点，未少家长带囡仔到台北市中山亲子馆耍看绘本，才有全市的家庭主妇有育婴留停的，也有几个爸爸因为工作有春秋，引导阵出来陪囡仔。我是自己创业，然后所以工作可以比较弹性一点。公司自己家的，所以没关系啊。林先生讲，进前个太太分别请半年的育婴假，知影今年1月开始，春秋育婴留停薪影响日来申请，闹需求对称。根据劳动部统计，9月春秋育婴留停总共申请接近1.2万人，总申请笔数超过2.4万笔。占总数的40.9%，5月一个月男性申办比重50.3%，第摆超过女性，总共是男性比重48.4%，女性比重51.6%，这个比例已经达到加向平衡。如果未来我们能够在新工法跟旧保法修法后，把这个一日勤的弹性育婴留停，那变成是育儿假，甚至我们还增加日数，也提高小孩的年龄的时候，我相信还可以再促成更多男性，也就是爸爸的参与。劳动部长洪成汉讲，春秋育婴留停，让真侪爸爸参加饲养囡仔是真重要的好消息。尽管基金会也指出，囡仔临时破病有接送需求时阵，让家长无这么焦虑，更较侪爸爸来分担，是真好的现象。不过，就基金会进行调查到暗时，带囡仔医院时妈妈来负责。白天妈妈担任育儿的主要工作占到60%，但是到了晚上呢，占到85%，所以可以看到妈妈的就是主要育儿的角色仍然是目前就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尽管基金会指出，也是希望男性应该负担饲养囡仔工作。对春秋育婴留停请假甲复职，劳健保转入转出薪水的计算，恐惊造成企业行政负担。劳动机关应该帮助企业解决这方面行政流程，应更较顺利。记者综合报道。罗清潮总统有提出这就学贷款利息降低，也佫有轻贷款延期。也毋过学生团体所认为讲，其实这学期间的生活费甲税厝才是上界要紧的代志。因是来提出6大助学的诉求，也佫有6大学权的改革，嘛呼吁这立法院爱伫这个会期以来，赶紧来排审大学法。总统罗清潮顶礼拜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其中就学贷款的利息要降低1%，甲还款的期限要延长1年。不过拜是有学生团体开记者会讲，虽然认同政策的方向，但是学生上大的困境，其实是读册期间的生活费、税厝的租金负担受重。绝代没有预拨机制，以及没有扩及到学生个人他的疾病跟意外的时候，还有他平常在晚间是受到一些门禁的阻碍，没有办法打工。学生团体提出6大助学诉求，包含政府的提悬生活费的补助金、协调助学措施、不动产限制等等。另外，学生团体嘛认为，学生参与校务决策、甲监督的权利长期无够，主张推动6大学权改革、补强的制度，包含校务会议学生代表占1/5，学生代表买列入校长遴选委员等等，嘛呼吁立法院赶紧排审大学法。性别的问题、霸凌的问题。如无法度解决的时，就应该有学生伫内底会当参与讨论安尼，包括开学了后，咱讲的大学法第9条，校长遴选第15条，校务会议第33条，学生参与会议，包括学生权的专章，咱拢应该一并改革。学生团体强调，助学措施会使减轻弱势学生的负担，学权改革会当提悬学生自治甲参与校务的保障，落实就学平权。若针对排审大学法的部分，立法院教文委员会调集委员罗伟霆有答应委员会会赶紧排审。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目前是还未通过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这国务卿卢比欧伊是强调讲，其实这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呢是未问这中国的意见的。目前140亿是犹搁咧审查。因为咱陆军炮击部呢，昨受进行这无人机实弹射击，甲美国买来的这个攻击无人机是100%拢有拍到目标来拍破外界的击击。美国总统川普也未通过对台湾140亿美金的军售，引起外界烦恼，讲敢是受到传习会影响来延迟。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来做出回应，讲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未问中国意见。We're not withholding; it's just under review still. It has, but we just executed one in December, which was more than Biden did in 4 years. 罗比奥强调，军售案搁咧审查。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认为讲，美国针对台湾安全重点拢是控制军费，也个卖武器。却无注意到上歹剃头的问题，也就是美军甲国军是欠协同作战的能力。上要紧的是，双方应该建立共同通信，会当相联络的指挥管制、联合演训，也有情报互相分享机制。事实上，美国近年也对台湾开放更多的协同演练，包括让国军的地面部队呈建制营级以上前往美国参加北方打击，还有南方打击，乃至于最近的西方打击，着重远程火力，包括海马式炮兵、飞弹等等的这种演训。陆军日炮击部无人机大队车3进行无人机的实弹射击 ，Otis 600M 是新式攻击无人机，好在也这支作战能力，这届也头一届射海上的目标，拍到的比率是100%，也互国军要透过特别预算，买反装甲火力更加强的 Otis 700M 来增加可能性。如果我们花大钱去买一些还不够成熟或者是到时候在时效上那个不达标准我们会有疑虑。操演也好，或者演练也好，如果能够顺利成功，那当然会加深国人对于采购的信心。国军这礼拜进行铁马操演，雷霆操演真侪项实弹射击，引来中国注意。唔拿出动无人机想要收集情报，中国军机也加重侵扰台湾的力头。国防部测试发布，掌握到中国出动32架次的中国军机，其中25架次超过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甲东部的空隙，结合10只中国军舰、5只公务船来侵扰台海。国军是定睛应对，海军电河军舰监控中国的景德镇军舰 F-16V 是翕到无侦察无人机。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另外，中国海警船编队3号侵扰咱金门的限制水域，海巡随派巡防艇1对1伫边仔甲伊监督，全程施压，甲海警船全部赶走。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举办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总统普廷明仔载是要来发表演说，也毋过伫开幕进前，这乌克兰是派无人机来空袭圣彼得堡，罗西亚因也呛声讲会继续来攻击乌克兰。乌克兰远程攻击无人机车3透早飞超过1000公里，冲过罗西亚防空网，去攻击第2大城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也佮有附近的海军基地，造成军舰受到损害。国际机场关过6点钟，攻击的时间点拄好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論壇開幕進程。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互人合作是罗西亚版本的达沃斯。1997年创办，比较瑞士的达沃斯经济论坛，是罗西亚对外招商、展现经济开放，而且走向全球化的活动。佮加上圣彼得堡是罗西亚总统普廷的故乡，所以这个论坛特别受到官方的重视。今年差不多有130个国家代表，2万个人来参加。普廷有个初5会发表主题演说。俄军的攻击明显就是要互普廷歹看，罗西亚也呛声讲会继续系统性空袭乌克兰。Хочу напомнить вам о заявл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де говорится о том, что наши ответы будут носить систем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Они, собственно, уже носят системный характер. 罗西亚车3也指控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顿涅茨克地区一台走长途的巴士，造成8个民众死亡，10多人受伤，而且甲定做是恐怖攻击。也毋过乌克兰否认。北约秘书长卢迪车3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视察互罗西亚空袭的地点，也悼念乌克兰死去的官兵。泽伦斯基讲已经准备好势，要甲普廷直接谈判结束战争。毋过也搁再呼吁北约赶紧交互乌克兰爱国者飞弹防空系统，也搁有弹药。北约是保证有个
今年会提供乌克兰6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咱台湾查某骹球队是去关岛要来参加这东亚杯的资格赛，不过说因为这经费无变队医来引起工会批评。运动部长李勇是表示讲，希望这协会会当先向工会来了解需求。若准这骹球队是发展了愈好，安尼当然嘛希望会当有随行的意思。无专职管理，无专业翻译，最后连队伍的医疗人员都拢无。查某骹球队工会伫咧初二答文，讲查某骹球队国家队要去东亚杯资格赛，中华骹球协会竟然无派队伍的医疗人员。骹球协会的回应，受到大会规定的限制，各队敢若会当登录7个队员，才会用上少，毋过上悬效率的组合，而且比赛迄天有指派在地专业的医师专程支援。毋过工会认为，骹球协会行政登记失灵，运动部应该正视，袂当放咧毋管。已经有7个职员的限定的话，也希望先跟选手来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来进行后续在参赛的部分的职员的这一个指定。就算讲有人数限制，李勇也是希望协会会当和工会甲选手了解需求。也若伊嘛用过去是国家代表队选手的身份来讲，过去敢若亚奥运才有队伍的医疗人员。在队业部分大概是只有亚奥运。那当然足球项目的话，如果发展的更加好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队医能够随同，那肯定是对选手更有保障、更有照顾的。也若运动部甲相关单位115年预算。测试头一摆伫咧立法院教委会审查，毋过因为调委罗定伟嘛排审新的电竞基本法草案，煞尾才开始。6个民进党立委轮流发言，表达优先审预算的立场。建议召委，今天我们就让我们好好询答这个就好，那而且聚焦在预算的讨论，让台湾的电竞不要再只靠个别选手的一个发展，我们能够期待他，支持他。若咧协调达成共识，电竞基本法草案伫咧公听会了后，再去互调委排入去委员会10点35分，李勇才开始夹付报告。毋过伫咧开会进前，伊强调预算一直拢无审，主要会影响到全民署尊重委员会时间的安排。毋过也是希望会当赶紧通过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国民党团是甲16个军公教的团体开记者会，针对这军公教薪资调整的措施，因是要求这调薪的制度得爱法制化，也得爱透明化。另外，因也反对这军公教加薪，真做是买票的工具。那基本工资也超过了物价，那只有公务员只调14%，赶不及物价2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所以呢，军公教人员的实质所得实际是在缩水，购买力在减少当中在现在高物价、高房价的外在环境，再加上校园内部高风险，什么叫高风险？滥诉文化盛行，还有谁愿意进入这样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场？咱国讲到军警消这联合总会会长林水杰，伊是表示讲，今麦这考公职的是敢若剩5万外人尔，军公教退职的比率已经有20%，这是创新高的纪录，真做是国安危机啊！也若针对这行政院长杜英泰，伊讲这每年军公教调薪水呢，有可能会超过4%。军公教团体因是呼吁这调整的幅度上无得爱10%，安尼才通弥补过去10多档的争差。台南的梁家呢是这哪里的保育地，也毋过最近所有民众看到讲有这高雄市动保处的这公务车是跨县市来到梁家的山区来野放流浪狗，若这在地饲鸡仔是真困扰，嘛惊会破坏着生态。台南两家有恶地地质工程，虽然讲是台南的后花园，不过当地有农民和里长来反映，近来流浪狗数量有增加状况，嘛有真侪狗仔来交叉饲鸡户，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甚至毛民众看到暗时有车出入梁家山区产业道路，甲狗仔乌白棒，经过警方调监视器所发现是高雄市动保处的公务车，载狗仔跨县市来梁家野放。我已经170、180了，已经网子围到那么高，狗还是跳得过去。侵入里面之后，动辄都是上百只起跳了，统计下来，随便一进去，它就会造成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损害。
公部门跨管期蛋糕的行为，当地是 keep up 甲明代定情。事实上，两家是哪里保育生态区，因过捌发生过流浪狗咬死哪里的事件。为了保护这个生态，市府近来早就专门伫遮禁止猎狗啊，搁转来的措施，就是惊造成当地冲击。这5只里面有3只是有植入晶片的，目前这2只有植入晶片的经查是从过那个其他县市的一个收容所，然后再回到才放到那个龙崎那一个区域。针对这件代志，高雄市动保处出面解说，因掠到残留区的流浪狗了后，有加注意苗甲节育，嘛规划要甲狗仔放倒去原位。不过因为当地产业道路弯弯弯弯，介复杂，搁外量价，才造成工作人员驶唔到路。目前本处已主动联系台南市动保处，将积极配合办理后续处置，将回至于该地点的犬只带回本市收容所妥善安置。高雄市政府接到通报，嘛随甲台南市府抱歉，嘛讲会紧甲查到的5只流浪狗全部领回去，后续嘛针对因的工作人员加强教育训练，避免公务车搁走来外县市的出包案件搁发生。记者李成武、柯嘉如、柯昭勇、高雄台南采访报道。这古早时代呢，全台湾是有4大牛墟，其中一大就伫咧南投的草屯。顶个月，这草屯牛墟边仔的公共艺术牛墟印象，这是险险啊，互人甲拆掉。即马经过在地人的抢救，镇公所呢是同意拨经费来整修。今仔日也找相关单位来甲在地人交换意见，讨论未来要安怎活化。牛墟大部分拢来这交易嘛，牛的买卖嘛。第一个这个牛。它有没有健康？就是摸它的牙齿。当地居民陈老师是古早草屯牛墟的所在，讲牛墟的故事，甲草屯镇长讲这个所在爱保存的原因。草屯镇长当场答应，未来这搭会参加了在地文书者的意见，设计出古早牛墟的模样，模拟以早农业时代的景观，互牛墟的记忆传承落去。较早牛的妹妹会搭建怎样让爸爸妈妈能够带小朋友过来来这看来看，咱会更加知影讲咱较早期的农业生活是怎样。南投故事馆嘛，摕以早的相片，透过 AI 变做一段影片，把这张黑白的相片转化做彩色，搁会叮当的 AI 动画，互现代人嘛当知影古早农业时代的模样。这张相片就是迄当时老相片所翕的，你看这总共你就知影讲这确实有影。留一个程度是到什么程度？迄个牛较侪只，嘛有人徛 TV 来遮看，嘛有这茅草屋，这稻草的厝，安那伫牛墟边仔，即个公共艺术，原底顶话伫遐险险互人拆掉，好加在地文史甲作者赶来主动，因为意识到农业文化的精神爱保留，草屯镇公所即马嘛同意保留。而且会拨经费，把这个公共艺术来整修，让农业时代牛墟文化继续让人看会到。记者洪义修南投报道。咱讲5月13人看人，这就是咧讲台北下海城隍庙咧闹热的景致。今年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呢，这庙方甲在地发展协会是来合作，对6月中旬开始安尼连续3礼拜拢是闹热滚滚，互民众会当明白这城隍爷的故事，也有传统文化，同时会当了解大稻埕的历史。城隍爷甲番社将军斗阵唱歌跳舞。2026台北下海城隍文化节准备起工，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当年拢会替城隍爷换新的新灵衫。今年换新衫顶悬，除了有船甲火车，代表大稻埕过去因为交通利便，加做台北经济发展中心，也因为大稻埕是218事件的起点，设计师也甲这个历史放入去设计内底。老爷新名衫顶悬啊，伊个两边甲后边就是有伊个驾乘的下环将军。下环将军伊个手中摕那个法器啊，最特别的是咱的台湾的原生种的台湾百合，其实就是要缅怀纪念这段民主甲自由的所代表意义。俗语讲5月13人看人，迎神赛会甲天下。今年文化节的活动拢吸引真侪民众参加，今年也规划市集、菜价、歌戏、布袋戏等等的活动，要庆祝城隍爷生。
6月25哦，咱有暗访哦，啊，咱伫个6月27哦，咱有这5月13赢新凤，啊，赢完新凤了后呢，就是5月14哦，就是我们国历的6月28哦，就是甲新凤路也有这个寿宴哦，咱再来都会来拜拜，甲新民来讲，咱新凤爷讲生日快乐。老爷跟我们都站在一起，然后生日的时候有想要跟他的朋友好好的唱歌跳舞，然后很开心，然后一起来度过他生日的这一天。庙方表示，旧历5月13也新凤文化节已经真做大场定热天的大代志，所以也结合在地发展协会、点头学校做伙合作，对6月13一直到6月到7月初5，连续举办3礼拜。后边将认捌新凤爷的故事、传统的文化，甲大场定这块土地的历史。记者郭耀基、林秀凯台北报道。今仔日6月初4，当时嘛是中国天安门六四事件满37周年。伫咧中正纪念堂是有民主旗仔，嘛有这纪念晚会。除了是悼念这的罹难者，嘛希望会当邀请到台湾人同齐来重视这威权扩张的议题。用机器人代替政策意向，顶悬都真侪人形的红仔来呈现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这是第228国家纪念馆展出的香港人权作品展。今年用5色雨伞做主题，这嘛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抵抗意向。有真侪台湾、香港甲英国艺术家来参与展览，希望大众唔通袂记得威权对人权甲自由的打压。敌人就想我们遗忘。想我们不记得他们动用国家机器去杀人，不但是香港的反送中，警察的暴力，还有228，别说这些国家暴力，一定要记得，就是最好的抵抗的武器。参展的作品有李德英在感觉中为了耶稣宗教圣上，有记录反送中拼命抵抗的形影。这离线的香港艺术家透过作品笑脸因无法度搁回去的家乡，加上这几年中国在世界各地下境镇压，嘛是真受关注的人权侵害。228国家纪念馆表示，嘛希望透过展览提醒咱家己爱时时守护民主。咱若无把咱的民主守护好，咱未来可能有一寡代志是咱袂使讲，袂使听，袂使想。这就甲过去戒严时期的台湾社会其实是共款的。所以这是代表讲咱民主是爱拍拼，爱时时来守护，才有法度维持讲大家会使自由，要讲什么话，要听什么款的音乐，还是讲要来做什么款的纪念。香港人权作品展拍算展览到8月底，第6月初4这天下晡，伫咧中正纪念堂有民主旗仔暗时嘛有纪念晚会，会有侪国际 NGO 团体、六四参与者等等来参加。除了悼念六四罹难者，嘛希望邀请民众同齐来重视威权扩张的议题。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也那韩国昨是来举办地方的选举，也有国会补选。目前这执政的共同民主党的票是开了真水，预计会摕到13席。也那前总统尹锡悦的国民力量党这势面是真歹，目前敢若摕到2个选区。不过这首尔市长呢，竟然是大饼盘，这是由国民力量党的吴世勋创纪录第5届连任。韩国地方选举甲国会补选初3上场，侪选民迁入去各地投票所投票。根据韩国中央投票管理委员会的统计，这届选举的投票率是61%，创历史新高。根据较早的计票甲出口民调结果，总统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伫包括首尔在内，拢总16个一级行政区的地方政府首长选举内底表现赢目，摕到12个行政区的执政权，比顶届选举成长超过2倍。那前总统尹锡悦所属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伫尹锡悦戒严案红罢免判刑了后，状况一直无好。投票结束了后，出口民调显示，国民力量敢若伫一个地区有领先，就连经济地大区拢真危险。开票结果出来，毋那大区甲庆尚道拢走掉的连首尔就赢落来。 이번에 꼭 소중한 한 표 투표해야겠다 생각이 들어서 네, 했습니다. 투표해서 그 동작구 국민을 위해서 헌신하고 동작구 발전을 위할 수 있는 후보자가 탄생됐으면 좋겠다고 생각합니다.
韩国地方选举的投票时间拄好是李在明政府上任满周年。首尔市伫即届选举中，洪认为是一级战区，挑战市长宝座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原本因为总统李在明的高民意支持度气势真好，尾仔煞跋落尾。现任市长吴世勋上尾的时阵倒头赢，毋若连任成功，阁创下当选5摆纪录。 점점 오만해지고 있죠. 이 오만의 폭주 중단시켜야 되겠죠. 选民专家分析，少年选民毋望轮替，毋过中老世代的选民有人数的优势，伊个嘛是吴世勋连任成功的关键。即届地方选举嘛传出下魂，首尔有14个投票所，因为投票纸无够，致使投票暂停，引起选民不满。反对党国民力量党要求停止开票，执政的共同民主党是认为无必要。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英国的金票要来改版啊！这新版呢是因本土的野生动物，正面是国王查尔斯3世，原来入选的动物呢是拢总有18项。英国人会当伫7月初3进前上网来投票，原来结果是年底才会公布。英国银票要改版啊！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布，新版的银票倒面由本土的野生动物取代历史人物，正面也是国王查尔斯3世的像。 英格兰银行去年公开问民众的意见，自然主题得到60%的支持率，拍牌建筑、历史甲艺术等等的主题。英格兰银行表示，改做复杂的野生动物的图，除了会使大大增加伪造的难度，佮对使用者的分别有帮助，也当团结英格兰、苏格兰、威尼斯、佮北爱尔兰4个地区。目前，英格兰银行已经联合野生动物的专家，加强选出18种的动物，予民众投票。各选名单包含红河、北极海鹦鹉、长沙、尖喙盾海猪、甲澳洲咸芳。I like badgers and hedgehogs. We'll put them on. Hedgehogs, I think that would bring some joy. Foxes, yeah, why not? Royal Crest has a lion and a unicorn. That would be pretty nice. Maybe put the unicorn on a 20 and the lion on a 50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不过，毋是所有的人拢支持这件代志。中偏右派的保守党、右派的英国解决党，也有中派的自由民主党等等的政党领袖拢表示，这个行为会互重要的历史人物因的成就，互大众渐渐放袂记。1970年以来，英格兰银行英镑的银票拢是用英国历史、科学甲文化有重大贡献的指标性人物。特别毋使用的包含5英镑的前首相库吉尼，10英镑是出名的作家丁奥斯汀，甲20英镑的印象派画家托勒。阁有50英镑的人工智慧头人多灵，针对改版，保育团体甲区建年的亲人表示支持，也讲历史人物本来就毋是为着永远留伫废碑顶面来设计。I think with 4 denomination banknotes, 4 images, we're never going to keep everybody happy. I know that some people would have loved us to keep historic figures. They've been there for over 50 years. 英国居民会当伫7月初3进前，透过英国的中央银行网站来投票，落尾结果会伫年底公布。公司新闻新路培编译。今仔日早起，在全台湾的步兵来讲，拢是坐云到好天的，也毋过中昼开始，南台湾都会有阵雨啊，而且对明仔载直直到后礼拜，这全台湾拢会落雨。前几天全台湾拢是较烧热的天气，不过气象署表示，受低压系统甲风面的影响。对南风来的水汽愈来愈济，全台湾落雨的机会大大增加。拜五开始，部分地区就会有强阵雨。在5号的时候呢，其实各地都是相当的容易下雨，都容易会出现局部大雨的一个状况。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还有比较靠近在台东、还有屏东这个区域呢，降雨的状况会稍微比较明显。那到了6号之后呢，是整个环境稍微在这一整周比较稳定的一个时间点。各地虽然都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不过只有山区容易出现午后的较大雨势。气象署提醒，后礼拜一开始，受到风面甲西南季风的影响，全台湾的雨水会搁较高，短时间内出现强阵雨的几率拢真高，尤其是山区要特别注意会上大雨。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趁好天提早检查排水、洪水的系统。那到了8号之后呢，整个锋面逐渐的在南压。再加上西南风是在增强的过程，台湾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整个西半部、宜兰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那到了9号到10号是下一波水汽影响最多的一个时间开始的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容易下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
可能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出现。按来气温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四台北、中南部外山区、甲华东唱国，拢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台东也有可能会出现火烧风。不过拜五开始，因为落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都会略较降。记者桂玉记者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日水汽小可增加，台湾南部。还阁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天湖、金门、马祖嘛有南山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含金门是坐云到好天。下晡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